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9月22日公司台语台下晡新闻，我是陈淑君。咱先来看今仔有啥物新闻重点。强烈风台花加沙暴风块已经确定恒春半岛，对台东、屏东、高雄造成威胁，风台更会增强。昨晚有网友假用台南市长黄伟地上宣布放风台假，警方查到网络假市长是一个学生囡仔，已经落档到案。卫生福利部要修法，要求医美诊所的医生拢要完成2档的一般医学训练加专科训练，要拼10月1个上紧年底实施。来看气象署继续发布强烈风台花加沙的海上陆上风台警报，台东、高雄、屏东3个县市目前是陆上风台警戒的范围。风台目前是以1点钟23公里的速度往西北西移动。伫早起11点，风台暴风圈嘛已经确定恒春半岛。咱来听气象署上新的说明。目前暴风圈正在影响南端陆地，还有台湾东南部的海面以及巴士海峡，预估仍然是往西的方向移动。今天晚上会到达台湾南端的海面，明天清晨以后会往台湾西南端的海面移动。现在直到明天白天，江沙最接近我们的时候，也会以强烈台风的强度影响我们，而我们还是持续针对台湾东南部海面、巴士海峡、东沙岛海面以及台湾海峡发布海上台风警报，针对台东、恒春以及屏东、高雄发布陆上台风警报。从雷达回波上我们可以看到，今天早上我们说首先先看台风中心的位置。台风环流和外围环流的云系已经一波波移向陆地。雷达回波上，如果是暖色系，尤其像红色这种暖色系，到个上空就容易带来瞬间的强降雨，甚至是闪电、雷击、强阵风。今天早上在花莲曾经有时雨量60毫米左右的时雨量降下来，而我们可以看到，今天早上这边移进的回波并不是很连续，但是从台风环流在靠近的过程中，环流带来的云系已经比较连续、比较绵密的往花东、恒春以及屏东山区移动，这些地方目前正在下比较瞬间强的强降雨，也预估这些地方的雨会越晚越多。我们从定量降雨预报上，就像昨天告诉大家的预估，从今天下半天晚上开始，一直到明天，将是整个这次台风影响的降雨区域，整个东半部地区、高屏山区降雨最显著的时候，我们就以各12小时定量降雨预报可以看到。是粉紫色的，表示12小时在花东以及高屏山区可能会有200毫米以上的降雨。而现在我们所发布的豪雨特报，依旧是针对宜兰山区、花东地区、恒春半岛、绿岛、兰屿和屏东山区发布可能会有大雨或豪雨的可能。另外，大台北地区、宜兰平地、屏东平地。加上桃园山区、台中山区、南投山区以及高雄山区可能会出现大雨。强烈风台花加沙下晡到明仔载早起上晚近台湾，气象署表示讲，风台阁会增强，7级暴风半径会到350公里。花加沙应该会通过巴士海峡对南部扫过。有专家嘛提醒讲，花加沙移动的速度是真紧哦，除了雨水真高，风阁会真透，都要特别细腻。大卖场的员工一早起赶紧补货，一般8月透早人拢较少，也毋过即马看到一寡人赶紧来买。花加沙风台继续瓦群，气象署讲22下昼到23早起上瓦台湾，大家拢传咧等。就是蔬果类要先买嘛，比较耐放的，像高丽菜啊，或者是根茎类。台北应该还好，所以也不会特别做什么准备。中南部的大卖场自顶礼拜开始就加传差不多2成的货，自礼拜暗开始，消费者也增加1-2成。因为风台已经挖近台湾的东南方海面，即马佫变做强烈风台，气象署海警、陆警拢发，风台会愈来愈强，也会愈来愈大粒。花加沙的暴风圈在11点左右接触到我们南端陆地，也就是恒春半岛。气象署持续发布海上、陆上台风警报。暴风圈正在影响南端陆地以及东南部和南部的近海，未来将逐渐朝西转西北西的方向。
这个风台行的路线部分范围可能会经过南台湾。气象署估计，花岗山群中心上大风速会当到1秒钟60公尺。这个风部分半径可能到350公里，真正有到这个强度的风台是2018年9月强烈风台山钓，有到这个部分半径的是2009年的中度风台油电。花岗山可能是今年目前上大上强的风台。走这么快的台风，比较不容易把这个显著的降雨留在同一个陆地上面，但是风就不一样哈，持续的会有很明显哈。气象专家提醒讲，要注意风灾所带来影响，受影响区域尽量莫出门。而这么气象署预警的范围是台东、高雄、屏东、恒春半岛。海境的区域是台湾海峡南部、东南部的海面、巴蜀海峡，一个东沙岛海面拢要加强戒备。记者综合报道。台南今仔是正常上班上课，也毋过昨暗网络有人传假消息，用台南市长黄伟哲上发布讲要放风台假。黄伟哲是赶紧发文赔悔，嘛报案哦。警方已经嘛查到嫌犯咯，上当会封判，3档的有期徒刑。新的这个风台持续往西咧刷叮当，南部实地民众暗时拢真关心，看敢有达到放风台假的标准。而一旦是政府宣布正常上班上课，结果伫咧社交软体，所有人用伊家己的号号相片偷用台南市长黄伟哲的相，发布台南明仔载放假假消息，而且伊阁是一位高中学生，民众看到拢害头，认为安尼是无该特动，不太妥啊，不太能够这样子误导人家，我觉得这样不是很好。觉得这样其实不好啦，因为会。就是散播一些不实的消息。针对该生的不当行为，本校将尽速召开奖惩委员会，依校规妥善处置，同时加强全校学生网络使用规范与法律责任之宣导的教育。经过了解，这个偷用市长相片的高中查某学生，即阵已经知影唔对啊，校方这边嘛依照校规来处理。另外，这乱删用相片的事件唔敢来一层，有人更加喊，那相片参市长同款，连号号嘛买同，市长嘛随伫下面赔悔澄清，伊嘛出面讲，这款代志会依法来追究，还是需要来依照法律的规定办理，这不是我个人能决定的。如果法律允许，我们就尊重；如果法律不允许，我们就移送。本案经查非由市府正式发布，属不实讯息。本大队已掌握特定对象，将依法侦办。敢要放风台假，拢是经过市府评估了后，才对外公告。警方等咧调查，告示以灾害防救法第53条，罚30万至50万块。另外，还有报上无影的信息，影响到公众，会罚3年以下有期徒刑，参100万以下罚金。呼吁民众唔通摕这来黑白讲生笑。记者苏台南采访报道。强烈风台花甲山阁继续在增强，屏东东港东流线的船帮伫过道就全面停驶了。今仔早起，恒春半岛的海影嘛已经变大，海边啊已经封锁。即马恒春半岛风雨是有愈来愈大的趋势。船入港，旅客一个落船，趁风台瓦近进前，紧转来东港。今仔日的东流线船班原本暗算营业到下晡4点，不过花甲山风台威力一直变强，为了安全，东流线业者暂时决定过道了后就无要出船，23、24规工停驶。有一团队新竹来的民众，原底计划要去小琉球佚佗，行程拢去受到影响。那打算玩几天？4天，什么都不能玩。什么都不能。有发觉它的威力增强，已经变成强台。而且它的扩及范围到350公里啊，那在这种状况下，我们会担心说它的速度会加快，而且在观察，这个海象预报上面，我们也有观察到浪高平均又增加了0.5公尺左右。也若垦丁地区早起10点外的海影有变较大，有一寡民众伫南湾船旁这个海边啊想要看海影，但是已经发布陆上风台警报，海巡人员按照规定有红线伫岸边巡逻，劝离想要看海的民众避免发生危险。目前海边的状况算看起来风险好，但还是因为现在是陆警发布的关系，所以请民众不要下去，全部都把封锁线都拉起来了。针对花甲山风台，中央气象署预估。风台的范围伫中岛左右，就会接触到恒春半岛，风雨会开始变大。
预估雨水量可能会到400毫米。预计即天屏东县的邦山、车城、恒春等6个乡镇是停班停课，提醒民众爱小心戒备，注意安全。记者柯明哲，屏东报道。高雄是陆上风台警报的警戒区哦，也毋过今仔嘛是正常上班上课，早起是无啥风雨。市政府的各单位拢有先做准备，扣水池先涉水哦。疾运局嘛伫轻铁大顺路的树仔顶头装监测器，万一有树仔起平，就会发警报来提醒。风台也未到，不过高雄今年少年线撞到几落摆风台，佮加上花甲沙强烈风台，市区已经传4万多粒的沙包开放给民众来驱光扫领。市区一寡大型设施的布棚已经成收起来，工地内底物件嘛拢收好势啊。民众早起也趁天气正常的时，先去做风台准备。头前那下大雨会，我们在成河路上。有做啥物特别的准备无？准备嘛，沙包啥有无？会啊。有吃的啊，在家里，以防他没办法出门的时候，我就在家里自己煮。因为花甲沙7级的暴风圈有320公里，气象署自2日透早就对高雄发强风警报，可能会出现6级以上的阵风。对了，这运局已经针对轻铁伫大顺路甲美术馆附近的树仔来装侦测器，做树仔倒去的监测通报以外，农业局嘛通知农民爱加强牧食设施甲农作物的固定保护，将灾害损失降到上低。总共装设了200棵的树木倾斜翼，透过 AI 的方式来做一些即时监测。那如果说树木有稍微的倾斜，或者是有一些倾倒，我们可以透过 LINE 的讯息及时推播。山区雨量有达到局部豪雨等级以上的降雨，而在平地的部分的话，则是有短暂阵雨和雷雨的情况。那在风力的部分的话，在沿海地区有风力达平均风6级以上及阵风8级。伫咧海上交通的部分已经受到影响，往来澎湖、高雄的澎湖轮也宣布2、3、2、42天的船班拢取消，民众若是有坐船的需求，都爱提早营业。记者郭家祖、邱朝阳、高雄场报道。花莲台东已经开始落风台雨咯，台东市公所早起嘛发沙包给民众。花莲的光复乡因为马太安溪崩山湖特别满出来咯，反正讲水一出来，湖会放弃，县政府伫下晡1点开始嘛强制撤离水尾的民众。富光渔港海涌已经超过50米悬，涌冲过布岸，连水流差嘛喷起来车路的，绿岛甲南屿嘛出现大涌。台东甲屏东各界的塔瓦溪，拄好拄到大楼，嘛发生海水倒击的现象。这边风好强哦，塔瓦溪，你在海水倒灌，我都站不住了。因应风台来落大水雨，可能造成淹水。台东市公所透早就分沙包，一个人上侪领5包。来领沙包。家里每次都在台风积水啊，都在淹水啊。对呀，哎呦，真的太严重了，我们没有。你们路也来的？另外，花莲光复乡因为马太安溪积水湖，特别达到1楼的水位，欠水量估计是一个南化水库的量。万不里若崩化，对水尾的光复乡，嘛影响红林镇，会造成严重的威胁。华加沙台风可能会带来花莲山区500公里以上的雨量，所以极有可能会在这几天会造成坝顶溢流的情况。目前已经在今天的早上7点发布了红色警戒。高雄镇公所2暗就开始撤离民众，不过因为爱撤离的人数一直增加，地主公所无法度应付，主要管府整合所有正确的资讯，加加派卡手。好，目前比较困难就是说我们的划定范围那么宽大，现在好像宽略到6000多个人了，我们就一直要求上面你到底多少都正确资料给我们，我们可以才准备多少兵力，多少后级补给啊，这些收容所啊。根据花莲管府的数据，目前光复国中、光复国小、太巴龙国小已经停班停课。爱撤离的保全户有光复乡的大坪、大泉、大东、大安、大马、大华、大进、北富、西富、甲东富村，也有万荣乡的明利村、红林镇的长桥里，总人数差不多7000多人。按算下晡至暗时会开始强制撤离。记者综合报道。台北上海的双城论坛今年是轮到中国的上海主办，本地9月25就要起稿，也毋过台北市政府早起宣布讲要延期。那也就质疑讲，敢是中央在刁难？副市长林奕华是强调讲，伊尊重政府会继续协调。
陆委会是表示讲，伊民署本地按算今仔地发出签证，伊嘛感觉真意外、真遗憾。原本9月25到27日台北上海上下论坛，台北市府煞在自治透早紧急发出声明，表示需要搁较周全准备，决定延期。副市长林玉华证实，延后举办较时间2份合作备忘录的3方参详关系。那大家也知道，这个磋商是包括台北市要跟中央部会，还有跟上海方，不一定是陆委会。然后另外，但分论坛的部分也是有些细节呢，我们都觉得还不够的完备了哈。国民党台北市机关将会馆开第一场，将目标对准中央共调南两岸交流。合作备忘录其实也是为了促进两岸城市之间的交流以及治理而已啊，不影响任何的国家安全。但时至现在为止，中央政府还是迟迟对内容没有确定。单委员、议员的资料到底是哪来的？他好像什么时候变成市政府的发言人？我们也呼吁市政府在 MOU 的内容，不是你签订完才送来市议会，应该是你要在这个签订前。那拟定完应该也要送到市议会来，让议员来监督。台市府进前一直无讲正式的举办日期，不过在9月11日向陆委会提出申请，照管理审查差不多需要2礼拜时间，也同时在10日通知媒体行前准备工作。这份临时法庭被点名技术性调查，陆委会也出面澄清。到上个礼拜5，大家都应该已经初步都达成共识了。那本来想说应该会很顺利，今天本来是移民署就已经要发证，让他们全团都可以去了，所以我们也有点意外，那也有点遗憾。被看作是目前两岸唯一关方正式互动交流平台的上下论坛，为2010年到即马连续14年无断过。陆委会表示，一直拢是扮演协助的角色，但台北市府重新搁申请，也赶快积极协调甲沟通。记者综合报道。中国由各地国际出奥步打压台湾。本地这个月12有台湾的艺术家要伫哈萨克来办展览，也毋过因为中国施压，哈萨克博物馆临时讲要征收，取消这展览。用3种式区分哈萨克文、英文、拉丁文3种语言做主视角，这是8位台湾艺术家甲策展人原本12要伫哈萨克中央国家博物馆办的艺术展，标注台湾当地艺术展，佮得到当地媒体报道，毋过开展进前，官方选用要进行1个月状况做理由临时取消。咱外交部讲，其实是受中国压力。艺术文化交流本就无涉政治，中国竟然粗暴的干预。阻碍民间的艺文活动，外交部予以强烈的谴责。因为中国大使馆，他们也获得这个担心台湾因为这次的曝光而造成更多人认识台湾，不是给了就是哈萨克的文化部的一个压力。策展人王俊基表示，因为中华国家甲中国关系密切，对台湾较兴奋，才希望透过艺术外交，让哈萨克更加熟悉台湾。就算这摆无成功，不过也算下出第一步。最近外交部长林佳龙推动自2025欧洲文化年，低调访问非友邦的捷克、意大利、奥地利，被看作是一大突破。Let tonight's music be a celebration of our shared values and a reminder that harmony prevails when diverse voices come together in like-minded cooperation. 多中国外长王毅离开奥地利不到1礼拜，林佳龙就来访问，即路邀请政治国会大楼参观，各甲真济国会议员见面，强调希望台俄英地各领域深化合作。同时，荷兰众议院18用147比赛压倒性票数通过伫联合国支持台湾有积极参与国际组织动议案，展现强烈挺台立场。记者综合报道。再来看陆军集军团一台军用的汽车，伫19日暗时火烧车，加在车顶的人拢无着伤。也毋过，这架车是小甲即寸车架，即马是个理清导火原因。有军事专家就指出讲，军中这款车已经真旧了，有真侪零件是拢买无，只好用复牌的，所以状况较济，应该赶紧淘汰换新的。消防车赶到现场，头前的车已经烧做火球，是关键救水线转水降温，车顶的人已经走出来，无人伤亡。到现场发现是一台军用的吉普车起火，已经全面起火燃烧。那现场了解是没有人受困的情形。
夺火车辆是军方悍马车，属于陆军10军团3条化学兵群。这个月19暗9点外，演训结束要登部队。经过彰化田中中南路一段时，底盘突然冲出火，迄当时外边发现移动赶紧停车，各通报消防队，几台车最后烧甲剩鸡啊。那目前起火的原因，由消防队在做鉴定中。国军悍马车最近几年一直有状况，2023年4月，警方部的密步弹小组车道的弹药导火，今年2月6军团也有一台悍马救护车火烧车，这摆是10军团的悍马车底盘导火，专家表示可能是引擎室机件老旧老油拄到高温引火。所以它过热以后，很有可能这个自排油从这个地方冒出来，冒出来以后就滴到相对的排气管的头段，所以它造成了烧起来。军事专家指出，国军即马使用的悍马车，多数是1980年买的，使用较大，机件老旧真歹找，目前拢是以无经过原厂认证的副厂件回收，那定故障也造成建设运用上拄着困难。它本身车体已经老化，而且它在过往我们用了太多的副厂零件，导致它很多的零件的强度跟原厂设计其实是不太一样的。所有的车子整体的妥善状况就一直不好。机动员表示，国军目前有引进轻型甲中型战术轮车来使用，也毋过商用规格真歹应付实际需要。除了爱加速引进军规的联合轻型战术车，非战术需求的车种也爱加速替换，才会当避免类似的事件。公司新闻采访报道。再来看国军爱国者飞弹的采购案，已经执行18天了。本地2027年特别结案，传出讲美国业者是要求等延，也毋过目前咱国防部和空军司令部嘛是佮坚持讲，爱按照规划时间来交货。国军试射爱国者例行飞弹，展现中国抗击炸动能力。不过国军爱伫性能提升加采买爱沙案件执行较单已经18天。飞弹俱乐部因为国际情势严重高温，本来2027年要结案，即马传讲美商瑞信公司阁希望会当延期。空军司令部是讲，即马采购案各项工作拢有照发计师计划点执行。那我们也要求2027年那会全面性的交付完成。那所以目前所得知的状况，应该是不会有太大延迟的问题。伫国防部向行政院提的军购特别预算，通讲规模超过兆，包括要建造大阪金强航空网。空军将会启动另外一波采购1个赢3个连的爱沙精挺型航空飞弹案。专家讲，中国机国产的强强飞弹，炸动的高度超过70公里，比爱国者加强山又更加悬。以后应该当负责炸动大道飞弹第一线防线的责任。可能在东风17这种变轨的弹道飞弹在实施变轨的动作之前，我们可以实施拦截，把它在变轨之前就把它打掉。华盛顿邮报报道，美国总统川普为着要促成全习会，今年热天决断一条超过4亿美金的对台军事援助。就有评认为，美国对台军援是美中台三方关系之间敏感的议题，美国应该尽量避免提出台面甲中国谈，而且谈判有各种建设，不代表美国对台湾的政策就是向北京让步。记者综合报道。高雄大庇湖边掌中道一台货车，亲像伫说，原来是失去控制，冲去弄到对向桥倒摆小载的3个人哦。有一个人落去大庇湖，嘛造成2个人死亡，1个人重伤。这个货车驾驶嘛受伤送病院。白色货车当晚时，敢若失去控制，冲向对向的车道，弄到汽车，煞来佫弄到护栏来并车。有一个人飞下去，但是他们已经下去救他了。看到民众真侪人落车救人，但是发生伫21中道高雄澄清湖边的宽湖路接文静路段，骑车的4判的查某人，甲3岁的查某孙，互弄一个真侪所在骨头断去，唔知人。现场护栏有1.7公尺悬，不过后座4判查某人因老母互弄背入去湖内底。自小货车驾驶波囊，经实施酒测值为0。骑士班女待检验，目前双方驾驶及乘客送医救护。初步研判为自小货车过弯失控，驶入对向车道，导致肇事。货车油流到规涂骹，就惊佫造成事故。加上边仔澄清湖是饮用水资源保护区，警方也通知环保局人员到现场，用查沙巴协助清理路边的油污。加在油无进一步泄漏到水源区，加上到现场看到是真烦恼着急。
家属要问情况啊，还是要请他先去医院？还是我先去医院？好，先医院好了。事故路段今年已经发生21件的车祸，其中 A2 就降18件，互人遗憾的是这个事故，姓潘的查某人甲伊老母经过抢救了后，拢宣告不治。警方后续调查详细造成事故原因。记者综合报道。再来看桃园市的滨定区中正市场，伫整修了后，生意是愈好咯。早起车拢真济，佮真塞车。也毋过，因为附近的路无介宽，有真济过路人是真烦恼，讲会去互车弄着。市政府嘛拍算讲，逐工下早的早起7点到下晡1点哦，未禁止汽机车驶入去市场的附近，目前嘛已经喺试办咯。车来去，桃园滨定区中正市场整修了后，每工早起买物件时间打环保会塞车之外，民众买物件也骑车之外，路人怨叹会互汽机车弄到受伤的风险。市府要针对中正市场周边实施交通新措施，特定时间禁止汽机车之外，8月中已经先试办。中山市场周边道路禁止汽机车进入的范围为中山路荣平路口至荣平路133号，管制的时间为上午7点至下午1点。市场周围部分管制标志已经设好啊。经发局表示，等交通局完成标志设置、甲标线这设施佮广告作业了后，开始执行。后续经发局也制作新措施的宣导品，清楚告知周边住户甲打翻。暗过地方希望干那禁止汽车通行，暗过开放机车通过。茂山路及茂通往后龙街以及中龙街的部分，管制的时间是早上7点到下午1点，刚好是接送小朋友上学的时间。在这个时间点上，是不是能够做调整？现在的人买菜都是骑机车来，走路的人比较少。那汽车不能进来，我们就没有生意好做啦。希望可以禁止汽车进入，然后摩托车让他可以进来买菜，让他们，因为他们很多都是买了就走了。然后那个停车场可以让他们免费，摩托车20块可以免费。针对中正市场周围道路禁车，目前暂定10月初1开始。未来民众管制时段违规塞车、骑车进入市场，会因为违反《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第60条第2项第3款，汽车驾驶人驾驶汽车无遵守道路交通标志、标线、号志指示，会罚900到1000。记者综合报道。云林岛内民生南路的上款停车位无够，生理欲嘛受到影响。县政府打算要开11亿，伫附近区停车场提供200个汽车的停车位。最近会来开说明会，嘛要来向中央争取补助。已经结束营业的店家，外壁打大升纸的字。云林岛6市民生南路上款因为停车位登记不足，若有违停乱象，也予相关生理受到真大冲击。最近云林县府计划伫附近民生公园增设地下停车场，有民众真赞成。这个商圈啊，那个周边停车位不够啊，大家就觉得很烦，因为你现在一般的那个商圈。如果附近没有停车场可以使用容纳的话，一般客人是会假日的话，车子都乱停啊。因为你地下你人未去弄掉安怎生啊？云林县府高公局表示，2019年县府捌争取民生公园新建停车场，因过迄当时大约有2000位民众连续反对交通部伫2020年停止补助计划，因过即马经过协调，地方希望会当增设停车场，最近会召开说明会。那初步了解当地大概已经没有人反对了哈。那因为这个5年来的一个时空背景的变化确实他们也感受到这个停车位的需求了那个地方也是一个那个很重要的一个商圈。高公局表示，5年前民生公园地下停车场工程经费大约2.8亿，不过最近几年关不了起，目前预估经费要5.5亿。另外，还有中山公园停车场预估经费5.3亿。最近会甲地方召开说明会，伫设计规划案完成了后，积极向中央争取补助，改善停车位不足的现象。公司新闻采访报道。国际新闻来看，菲律宾首都马尼拉，昨有几万人行上街头抗议政府贪污，少年的示威者嘛甲警察发生冲突，民众是烧链啊、牵石头啊，警方是用水炮甲催泪ga斯来驱离抗议的民众，有几啊个警察着伤，嘛有几啊个抗议的民众互抓起来。
这些拢是会车顶小甲庆祝乌烟，所发的年轻受惠者甲防暴警察加铁栏杆对立，石头管啊一直偏向警方，镇暴警察也用水炮、催泪弹回击。菲律宾首都马尼拉日已爆发大规模反弹复示会，在总统府马拉卡南宫附近，超过3万人行去街路抗议官员涉嫌粗暴治水暂停经费收回扣。Nandito kami para manawagan na tama na, sobra na, tigilan natin ang korupsyon. 示威过程原本正和平，暗过伫出现一批大部分和平的青年向警方拍石头，讲害紧急暴力，去伫通向总统府的街桥附近放火烧一台红色轿卡车了后，冲突真悬，警方出动水炮、催泪ga士，掠数10人，暗过原警有数10人受伤。这场反弹示威多是前总统马可斯宣布戒严纪念日，佮增加历史气氛。根据菲律宾财政部估算，贪腐和非国经济伫2年之间损失20亿美金，国际环保团体甚至认为贡献接近180亿美金。The people are tired. The people are fed up, and the lack of government action on this very long-running issue of corruption requires people to go to the streets and express their outrage in the hope of pressuring government to actually do their jobs, to do something. 有抗议民人动办航海王机啊，话政客毋是圣人口号，情形甲印尼最近社会运动正共款。面对愈来愈厉害示威，总统小马可是表示，理解民众愤怒，暗过反对暴力升级。那政府无提出具体解决方案，恐也无法度平息年轻世代不满情绪。公司新闻陈有仁报道。秘鲁的首都利马，这个月20日，有少年人行上街头抗议政府贪污、殴打犯罪正严重，嘛甲警方发生冲突咯，至少造成3个警察受伤。示威民众向警方冲浪等物件，警方施射催泪gases，有人向前冲，有人向后边走，现场正混乱。Jóvenes, incluso personas mayores, estamos aquí indignados por la inseguridad, delincuencia, sicariato. Podemos ver por acá, por favor, una cantidad inmensa de policías. Bastantes policías acá son únicamente para intimidar, para reprimir. 一个少年人是受到一个叫做 Z 世代团体动员，伫市中心的广场，想要向政府警的方向山顶人游行，提出因的诉求。警方先线路动，切断附近的交通，双方发生激烈的冲突。Hemos venido el día de hoy a reclamar, aparte por la expulsión prácticamente de Dina Boluarte, una señora que ha sido incapaz de gobernar este país y que el día de hoy. 秘鲁这马政治动荡主要是因为检察总长艾斯皮诺萨不提出对几多位国会议员、内阁部长甚至总统博罗阿尔特所涉嫌的几多项犯罪行为。19号全国司法委员会处停职6个月。Temo por mi vida, sí, soy un ser humano, pero eso no me llena de temor para seguir enfrentando la corrupción, porque es el juramento que hice. 示威民众讲，因对研究中的退休金改革正不满，并且要求提高薪水加改善劳动条件。工会环保团体也个其他社运团体也表示支持。伫落也个看到日本正有名的动漫《航海王》内面代表反抗压迫、追求自由的海贼旗。进前伫印尼加尼泊尔就直接发生这种抗争的行动，这代表全世界Z世代示威活动有跨国连结，变做一种新兴世代力量的趋势。公司新闻吴文玲编辑。再来看，红暗杀的美国保守派网前可可伫昨办追思会，6万外人的体育场是踢甲甜，现场戒备嘛正严格。总统川普各内阁成员拢有出席，特斯拉执行长马斯克冒去，佮甲川普握手。悼念者穿着红白蓝的衫裤，2日通过一站的安检入去亚利桑那，会当容纳63000人的巨龙体育馆，参加保守派知名倡议人士可可的追思会。总统川普、副总统范斯加其他共和党的高层拢来到现场，镜头有翕到川普加特斯拉执行长马斯克握手。川普伫咧出发进前面对记者，暴露可可这位少年政治朋友的影响力，肯定伊创立的保守派组织美国专利店，帮共和党有正侪票。And he's a young man, but a great man, and we look forward to it. It really is. We want to look at it as a time of healing, a time of whatever. That's going to have a very interesting day, very tough day. 现场放基督教摇滚乐，可可的相片是采伫咧体育馆的巷路。即间有真侪人天也未光就到现场排队要入去悼念。
因为地区会人伤济，主办单位也搁伫附近设一个所在，互无法度入去主场馆的人也当参加。Charlie Kirk is a huge, impactful figure. I think that this is going to change things, and I think he made such a difference. He deserves us to be here. 31岁可可吹杂伫犹他州一场甲大学生的辩论活动被枪杀，凶手是22岁学生，被指控谋杀。调查人员讲，嫌犯不传信息，互伊的查某朋友讲伊挡袂了可可的受分。这件谋杀案，互大家担心美国的政治暴力愈来愈多，党派对立愈来愈深。虽然当局已经讲凶手是家己一个人犯案，不过川普也是用这件枪击案做理由，加强对政治对手的攻击，甲枪击案拢怪罪乎左翼的组织。公司新闻黄文玲编辑。最近这几天发生不少美容手术死亡的事故，为着要加强管理，卫生福利部部长赵宗良是表示讲，要修法要求医美诊所的医师，拢要完成2档的一般医学训练加专科的训练。那做手术的医师嘛，要有大外科系的证照。那发生重大的事故，会来公开医师的资讯哦。要拼10月预告，上紧年底还是明年初实施。画面内底这个姓丁的外科医师，之前因为甲患者做生殖器的医疗美容手术，那像是麻醉出问题，造成这个患者死亡，结果检方下令以现行犯逮捕。今仔日大联动去台北地检署，告台北市卫生局管理不当，针对最近真正传出医疗美容的事故，卫福部长赵宗良日讲，未来爱修调管办法。如果他有受过专业训练，而减低这个所谓的医美的意外事故的话，应该是一件好事情。支持，要怎么训练他们，我们还要再研究看看怎么做。未来的一个整体调整的方向里面，大家应该还有一些讨论的空间。针对未来修法的方向，卫福部长赵宗良讲，会以医疗的风险，要求负责手术的医师要有无共训练的资格，禁止一个出业就投入做医学美容。另外，未来所有手术型的医美疗程，负责手术的医生拢要有外科专科医师资格甲证书。若发生医美的事故，经过调查，若有违反医疗法，除了要停业以外，嘛会甲不良的记录公开，防止医生改名或者是换单位了后，来闪过相关的查询。这个新的制度上近年底会实施。去对应不同训练的医生，可以从事不同风险的医美疗程的工作。我觉得这个特管法的修正预告后，应该可以得到大家的支持，而能够尽快的上路。我觉得这样子才能够抑制目前我们所看到的医美在这个一些诊所的一些不当的一个现象。这样直接去做医美的话是有点争议，必须要有相关训练，才能够保障民众的安全。因为部定专科的训练里头就包括很多基本的急救跟生命安全的一些常识。卫福部长赵宗良表示，医学美容甲一般的医疗无同款，对象大部分拢是健康的民众，所以要更加严格来防止发生严重的事故。修法的草案按算10月份会做60天的预告，希望来保障民众就医的安全。记者综合报道。iPhone 17打上市，特方用来诈骗。有一个吴小姐伊伫网络看到有人讲买新手机啊，旧 iPhone 16 Pro Max， 俗俗要卖4500块，会当透过超商来交货哦。也毋过伊煞拄到诈骗，损失10万块。本来有新的 iPhone 上市，现在会当写真侪买众来买，伫社群平台嘛袂少破文，趁即个时阵会当换机啊，旧的俗俗卖出去，毋过爱设置这可能有问题。就是这几篇破文，内容看到差不多，拢是共一个人发的。内底讲伊买新的手机啊 ，iPhone 17，所以要甲旧的卖出去。先开始讲免钱要送出去，毋过无人探问。调做4500了后，有一个吴小姐来问，用超商交货便来交易，毋过煞是踏入陷阱。这个吴小姐了10万块。伪造便利超商的客服。然后指示这位被害人操作金流的验证，一验证下去的话，就等于是让被害人的钱转走。详细看破文，其实有袂少所在有问题，亲像 iPhone 16 Pro Max， 若是要搞写新，以市场的行情，根本就无可能免钱，或者是几啊千块就卖出去。虽然是破文的日期，是安怎伫咧官方新机啊开始卖进前，都已经讲伊买着啊。那民众想要说，比市价低，或者是以贪便宜的方式，我觉得无可厚非。人买东西本来就这样子啊。但你必须要理解说，其实在这上面所看到的，不管是资讯也好，或者是对方叫你加 Line， 你都要特别的谨慎小心。警方提醒，网络顶买物件都要设置，
因为8月份这个类型的诈骗都有3400外件，占诈骗案件内底上侪。嘛，防例做是发生比率高案件的种类。专家建议，要买进前都要查清楚买人的身份来保护家己，嘛会当面对面来交货，相对会较有保障。记者综合报道。10月要起民生电钱，佮加上最近嘛在讨论要起基本工资，物价恐惊会佮再起。虽然经济部长金明兴是讲电价起0.71%是袂啥影响到物价，也毋过伫中华嘛已经有卖烤肉饭的店家宣布讲要起5块到10块。为店内高级芳广告的烤肉放伫白饭顶，佮加上卤汁配料，互真侪人客到中华拢批芳走来。指名就是要食一碗烤肉饭，也毋过部分店家刷广告，10月开始都要起价。猪价现在这么贵，等一下是要开。业者无奈表示，顶日国内猪肉供应较力，价格一直提悬，加受到关乎了价格波动，部分餐点才不得已起50块。你看猪价有稍微平稳。不过那也是阶段性的而已，对我们来讲，我们自己拿的成本还是一样。那是实在，10月开始也阁有电价起的冲击，像早餐店、火锅店、饮料店、甲小卖店等小店家，每个月用电700度以下一度起一角，业者烦恼会进一步造成物价起的压力。这条幅真的也蛮小的，总的条幅才0.7%，影响物价。如果按照主力总数的估算，如果调涨10%，才会影响到0.27%的百分点。那现在是等于是调涨1个百分点都不到。经济部长姜明兴表示，最近全球的燃料价格较无波动，起电价时机适当，而且经过评估，对物价影响无大。公司新闻采访报道。南投县政府去年决定要伫南投的民间乡来起焚化炉，当地民众是真烦恼，讲会影响到地方，要求政府就要提出风险评估报告。也毋过到今县政府阁还未公布。当地自救会议员和乡长是拢批评县政府违反停事正义。县政府嘛表示讲，一切拢是依法办理，佮强调讲焚化炉排出来污染物是袂影响到地壳。暂缓环评。守护茶香。南投民间乡的乡长、南投县议员针对焚化炉设置的问题召开记者会，因指出目前台湾有超过一半的手漆地，地米拢是对南投民间乡来的。自从县府伫咧去年公布，甲民间乡选做优先起焚化炉的地点了后，地农就真烦恼地方受污染，要求县府爱提供完整的风险评估报告。毋过到今1年过去啊，拢无消息。南投县政府环保局呢，我要求说你的空气品质模拟影响分析，就是说你这些脏东西是怎么飞的，你要公布出来嘛？他完全没有公布。另外，由南投县议员批评县府安排伫咧9月23新开宽屏，9月29才办公听会，顺序根本就颠倒变，无定时证据，而且佫限制民众伫咧宽屏会顶悬发表意见的时间，认为政府只是办一个形式尔。但很遗憾我们这一次看到的，我们的这个环评会议呢，一个人只能够发言3分钟，而且是要以一面对很多的专家学者，然后只能够有20个人登记。至于环保团体在质疑为什么没有经过相关的健康风险评估，那我想依照相关法定的程序，一定要先选定厂址，才有办法进行环境影响评估跟相关风险评估的审查。所以我们今天已经确定会在民间乡这个地方来进行我们最优厂址的这个选择。南投县政府强调，9月23召开宽屏会议的时，会用科学的数据来向民众证明，焚化炉排出来污染物对地米无明显的影响，爱地农放心。但是自救会认为南投是盆地，无应该起焚化炉，应该对源头的粪扫回收、粪扫减量做起。记者陈选林旭凯台北报道。东海大学是全台湾唯一一个互认定做文化景观的大学，也毋过最近学校撤掉一寡树啊，互校友是真反弹。早起开记者会，呼吁文化部佮教育部要爱重视这件代志。学生伫草坡仔散步开讲，东海大学人讲是台湾上水的学校，毋过东海大学最近草坡仔互学校抠掉，树仔互错掉，砍乌布，佮拍算要摕来起舞台。拜一，东海大学教授、校友甲民间团体伫立法院开记者会，批评学校甲树仔错掉的所在，拢属于保存维护的核心区和维护区。
呼吁学校爱将这个树仔进倒转来。这个阳光草坪就是一幅山水画，当校方把固定舞台放在那边，等于在这幅画上面画上一笔一个粗笔。现在讲不好听点，就是把这幅画画到一刀。照文化资产保存法，2021年东海大学登录做台湾唯一的大学校园文化景观，而且伫2023年完成保存维护计划。东海大学的教授也表示，伊每礼拜拢会带学生去认识实物，不过这几年有明显感受到生态环境有变较少，认为学校若有啥物决定，应该爱互大家知影，无应该大主大意。那针对阳光草皮的舞台，那个在比例上大概只有1/20而且是活动式的，完全是符合现有的法规。灌木的处理也是由我们景观相关的委员，我们进行生态的新的一种生态自然景观法，就是呢，透过植物生长还有台湾更有种的方式来进行植栽。针对现场的民间团体质疑东海大厦无照保存维护计划，有违法的疑虑，文化部文字局表示，会请台中市政府去现场看，嘛会开文化资产审议会，确认敢有违法。民团也呼吁文化部爱修改文化资产保存法，定出清楚的处罚，袂当又在学校黑白改变学校景观。记者陈心彤、谢桂玲台北报道。另外，潭国际万人游水已经办第43届咯。其这个月礼拜特别起鼓，今年是有24730来人参加。南投县政府早起嘛伫立月潭的码头来办祈福仪式。一月潭国际万人引导20日举行，南投县政府20日早起伫一月潭的钓鱼码头办祈福仪式。祈求活动顺利。官府指出，今年拢总有24736人参加，估计起因超过5万的人丁来遮。建议交通会较完整的啦，会使较提早甲民众讲，什么时间管制的部分。当地要上班的人会进不来。因为他原本是8点上班，变成我要提早来，不然就是要延后才有办法进来。针对当地的一些要上班族来这边上班的人，看有没有另外一张可以通行的方式。南投县府表示，东港早起6点会开始交通管制，台21线环潭公路敢会当行顺时针方向，请用路人配合。嘛建议当地人也是伫遮上班的民众，会当骑机车出入。另外，县府伫钓鱼、伊达小码头、九龙口拢有设医疗站，卖安排空勤总队待命。那这次的交通呢，还有医疗上面呢，我们也是用尽了所有的这个人力啊，尤其在医疗上面，我们可以说是陆海空的这个设备啊，竭诚的欢迎来自这个海内外的好朋友参与我们今年2025的日月潭万人引渡的活动。今年万人收过一月潭的参加者当中，包括35个国家、361名国际选手，以及130名省众选手。也那第11届一月潭公开水域游泳锦标赛27就会先举行，关府欢迎民众来替民众加油。记者辛欣怡南投报道。今年的台湾设计展览办伫中华，有一群在地少年人，伊嘛家己规划展览，甲一寡体验的活动，要用在地角度，嘛互民众来认捌中华。有珍珠蚵仔风味的甜露，羊奶做的 cheese， 嘛有结合手机设计解谜游戏。今年台湾设计展伫中华举办，有在地青年团体自发性发起响应，伫设计展期间规划展览、实习体验等等的活动。阮会伫高滨街内面做一个展览，是甲风碗有关系。咱就介绍风碗的一个物产。比如讲羊肉啊，比如讲辣啊，各式各样的就物产。阮是一个科技的团队，然后即届我就甲有设计、甲导览的团队做合作。上特别的所在，就是敢带大家去食物件，阮阁有结合手机，然后实境解谜游戏，带大家发现无共款的中华哦。这边的在地团体响应有4个组织，计共17个单位，有的人是养殖业、农业的第2代，有的家己创业，拢是伫中华打拼真侪年的青年。因也指出，中华因为产业结构的关系，少年人要创业也是做在地创新，拢真困难。因希望透过自发性的响应，证明设计毋是包装尔尔，是会当行入生活、产业带来改变的。少年人比较重视的是这文化创意产业啊，或者是影音产业，但在彰
化在这种创意人才上面其实是比较少的。这个台湾设计展在彰化，我们的中华团队就把它集结不同的专业工作者，大家一起合作。那这个其实就是一个新的再生。在地团体表示，中华主要是传统制造业、农业、服务业为主。即便台湾世界展伫中华举办，伊嘛希望毋是干那表面好看，更加爱顾到地方的需求，嘛期待透过这个机会，带动中华设计甲文创产业的发展。记者杨淑静，中华报道。固定古迹嘉义的城隍庙，旧历7月鬼门关了后，拢会伫8月初1来进行夜巡，祈求平安哦。今仔中昼嘛进行起驾仪式，总统嘛专工落南来参加。总统热情地手扶嘉义城隍庙城隍爷的神轿来起驾，代表着嘉义市夜巡主路城的活动正式开始。一寡民众为中到时啊，就伫庙埕外口等，准备要对神轿后壁参与爷家解下的考仪。因为其实他们平常比较多会去追妈祖，然后我觉得城隍爷就是城隍祭，这是比较少见的，所以我觉得可以来体验看看。互大家身心灵拢会感觉会当施持一下。互咱嘉义的，也是全世界台湾的人拢知影咱嘉义县有这个活动。固定古迹嘉义城隍庙伫旧历7月鬼门关了后，拢会伫8月初1来夜巡主路城，替地方祈求平安。嘉义城隍庙表示，为着要传统的宗教文化，会当用创新的方式来推广。今年暗时的夜巡活动，除了邀请民俗表演团体演出以外，嘛邀请民众做伙来化妆采街，希望发展嘉义市的宗教观光。把最在地也是最国际的神圣的一些特色宗教文化希望能够跟全国的民众大家共同来分享。除了暗时的夜巡采街，嘉义城隍庙即届佫邀请来自金门、澎湖、恒春、南方澳、台北下海、甲新竹6大城隍庙来到嘉义。嘉义城隍庙就表示，这毋但是信仰的文化交流，嘛希望延续在地宗教的文化底底。记者林慧婷，嘉义报道。文化部甲杂志合作，邀请12个作家用无同的方式来小解雾峰林家、邦桥的林家花园等16个古迹，望讲透过作家的观察，甲因的文理，或者个古迹有无同款的想象。巴洛克风格的幽楼，伫咧高雄美浓沙区，这是1908年日本时代起的发电厂，号做第一门电厂，也是台湾第一座的三级古迹。文学家谢欣悠参观电厂的时，发现有3个墓，其中一个墓的主人是日本人山中三雄先生。伊伫咧1937年因为清理水池不幸跋落水殉职，谢欣悠就替伊做故事的男主角来写小说，写伊和台湾查某囡仔的爱情故事。是清理这个水池的时候不幸罹难的。那后来我就把它发展成一个故事。那个时候有很多的客家人、日本人、闽南人，大家彼此有姻亲关系。那我就把这个小说发展成是关于日本人跟台湾女性，一位闽南人、一位客家人之间的关系这样。那是第一门电厂有浪漫的爱情故事，台湾其他的古迹，亲像台湾总统府博物馆、台北公会堂、雾峰林家16个所在古迹，也拢有属于家己的故事。这是文化部和文盛杂志共同出版的固定古迹专刊，和一般的古版古迹小解无同。文化部找12位的文学家来做书写，以说文报道小说的方式来呈现。因这文学家吼，因就了解到，因咧先了解这古迹的历史，了后又去行入去因这个古迹内底，来甲因的感受，佮因对这个古迹的想象吼，甲写出来。文化部表示，目前全台拢总有112大古迹，计划出版6本的文学作品，希望透过书写来增加大家想要熟悉古迹的兴趣。记者陈亚轩、林旭凯台北报道。意大利艺术家卡特兰甲一支金蕉搭伫壁顶，去年10月是以620万的美金代票2亿卖出去。丹麦嘛有一个艺术家用金蕉来做设计，讨论性别平等的议题。前个金蕉挂伫壁顶对半侧，亲像女性性器官的金蕉，伫哥本哈根艺术博览会吸引不少人停落来翕相。这件艺术品是丹麦女艺术家希尔登创造的，报名平等的考试。I have cut a very potent figure into something very feminine, and created a feminine force, and it's to spread with humor discussion around equality.
幼儿园的大大创作果然成功引起话题，最后这件作品也以12869块卖出。方体来做比较的金蕉创作是意大利艺术家卡特兰的作品，伊用莲宝仔将整个金蕉搭伫壁顶，创作300概念艺术品，号名喜剧演员。2019年头一摆伫迈阿密的艺术店出现到12万美金成交，将做全球媒体的头条新闻。公司新闻站回应朋友。下晡的天气，咱来看各县市详细资料。北部地区上低29度，上悬35度；中部地区上低30度，上悬37度；南部地区上低30度，上悬35度；东部地区上低28度，上悬30度。华州地区上低28度，上悬33度。感谢观众朋友收看《公视台语台下晡新闻》，我是陈淑君，明仔载下晡3点，咱再会。